咱做这个画面哦，你有看到迄个我遮拢总有甲放12字嘛吼，其中有一字青花我甲放摊起来吼，啊，就是要大家看讲吼，恁会当看到讲伊是用迄个骨吼，这是牛骨啦吼，甲迄个竹柄吼，啊安尼甲烧起来吼，伊毋是用黏的，迄用烧甲烧会掉吼，因为拍麻将时阵，有当时你用黏久来吼，惊做会个别开吼。啊，所以这较早是哦用竹啊甲骨落去烧的吼。啊，较趣味是迄八支花内底4支哦，恁看到一个天官有无吼？啊，过来你看弄一粒那灯笼有无？敢高顶迄个，迄个毋是高顶哦，迄是一粒叫做吼碧宝啦，就是迄支牌吼。你要甲当做迄个麻雀内底任何一支拢会使的吼，迄个做留着宝吼。过来有看到一个吼，迄个姜太公有无吼？啊，过来一尾鱼啊吼。这真趣味啦，吼！这个、迄个一般咱是真通咧看到讲，哦，原来八支花啊上早期的是安尼啦，吼。好，来啊，对这个图片有，恁相片有啥物迄个问题要探讨的无？